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謝主，今日我哋又喺度一齊喺主日裏邊一齊去崇拜。希望藉着呢個時間，我哋大家都有平安喺我哋心裏邊，喺你家人裏邊，喺你朋友裏邊，喺你嘅社區裏邊，亦喺你個工作嘅範圍裏邊。以下有一節經文係記載喺約翰福音14章27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願神自己親自祝福佢嘅話語。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嚟到我哋星期日嘅主日崇拜。雖然我哋呢個禮拜依然係居家抗疫，未能夠親身嚟到教會一同去崇拜，但我哋依然係感恩，我哋可以一同去唱詩去讚美神。我哋呢個社會嘅世界有好多嘅動盪，但我哋知道我哋主耶穌係信實無變。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黎明，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恩典，困苦壓迫憂心掛念，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再嚟一齊，慈愛主信實無變。慈愛主信實無變，一影西斜，主愛更溫暖。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原，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恩典，困苦壓迫憂心掛念，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慈愛天父，親愛主耶穌，我哋好感謝你，俾我哋可以藉着詩歌去提醒我哋。雖然我哋今日嘅境況可能係困苦、壓迫、憂心、掛念，但我哋知道你愛係永遠都不改變。叫我哋可以真係喺呢段咁可能艱難或者咁另類嘅日子裏面，識得點樣去學習，去緊守我哋嘅崗位，無論喺我哋工作、我哋嘅家庭、我哋周遭嘅朋友。雖然我哋未必能夠面對面嘅同佢哋傾談，但係我哋知道我哋可以用禱告去紀念佢哋啦，又或者用好多互聯網啦，又或者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但係知道我哋嘅愛就好似你嘅愛一樣，真係永遠不改變。我哋嘅世界、我哋社會有好多唔同嘅動盪，有好多意見，有好多唔同嘅分歧。願意我哋即係喺神你嘅愛裏面，可以真係做光做鹽，可以真係分別為聖。願意我哋成為真係周遭嘅人嘅幫助。以上簡單嘅禱告，乃奉我哋主耶穌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愛慕到達主跟前。
慈愛天父，親愛主耶穌，你就係我哋嘅和平之君。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恩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為我犧牲，願背負痛苦困難，誠然為我擔憂，淚眼中得抹乾，一生靠着你牽引，無欲再覓尋，無人像你滿足我心。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恩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為我犧牲，願背負痛苦困難，誠然為我擔憂，淚眼中得抹乾，一生靠着你牽引，無欲再覓尋，無人像你滿足我心。和平之君是我盼望安慰，全能的主，聖潔尊貴，恩光普照萬世。我心敬仰，頌讚上帝救恩，完全的愛怎可以代替？草顯創造憑證，曙光的初升，把主愛的反映，悠悠散風，連綿地和應，諸天都呼喊，全是你得勝，讓此刻的心跳聲，證實彼此生命。夜盤和白晝足夠供應，沒有捨身的舊情，窄路如何豐盛，從心深處巴不得去宣稱，我懇請聖靈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才懂得春風秋雨裏認定，能力是你名。我懇請聖靈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人生的高低給我去辨認，鮮血換着你。一花一草顯創造憑證，曙光的初升，把主的愛反映，悠悠散風，連綿地和應，
諸天都呼喊，全是你得勝。讓此刻的心跳聲，證實彼此生命。夜半和白晝足夠供應，沒有寫新的歌情，窄路如何風聲？從心深處巴不得去宣稱，我很清醒你，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才懂得春風秋雨裏認定，能力是你命。我很清醒你，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人生的高低給我去辨認，詩篇般雋永。聖靈求你幫助我哋，我很清醒你，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才懂得春風秋雨裏認定，能力是你命。我很清醒你，於心中照明，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人生的高低給我去辨認，詩篇般雋永。用主的恩典覆蓋這地上，將感恩獻上。弟兄姊妹，跟住落嚟呢首詩歌係比較一首新嘅詩歌啦。歌詞裏面呢，當我聽到嘅時候都有好多嘅體會。雖然我哋今日真係可能活喺一個疫症裏面，活喺一個好動盪裏面，活喺一個黑暗裏面，但係我哋知道我哋嘅平安，我哋嘅喜樂係在於我哋耶穌基督。願意跟住落嚟呢首詩歌俾我哋一個提醒。我哋有呢個永生嘅盼望，亦都紀念當中我哋好多周遭嘅朋友、我哋嘅同事、我哋嘅家人，佢哋未必完全去明白到呢份平安，但係願意藉著我哋喺呢個咁動盪嘅日子裏面，我哋基督徒可以做一個好嘅見證。歌名叫做《黑暗終必過去》。艱苦也能當，縱使漂泊，但有主應許，彼忽捨得靠我。盡盡相信，神你永遠掌管，讓我輕看和困不安。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隨我張狂巔峰錯對，你未允許，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你的手裏。
神盼望，渴想得見神國這裏彰顯，此刻心裏沒有驚慌，黑暗將必過去，消散似風吹，罪惡將國顛覆錯對，你未允許，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黑暗終必過去，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罪惡將國顛覆錯對，你未允許，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你的手裏。弟兄姊妹早晨，詩歌提醒我哋黑暗終必過去，因為平安係嚟自呢位信實、滿有能力嘅上帝。就讓我哋帶住呢份嘅信心，將我哋嘅需要咧帶到上帝面前。今日有幾件事想同弟兄姊妹一同嘅係禱告。第一件事嘅就係話係為到嗰啲在位掌權，係特別係政府嘅官員啊，求上能夠俾佢哋有智慧，能夠係帶領同埋係管理國家。另一件咧就係為到今年畢業嘅班嘅畢業生，一方面為到佢哋能夠完成人生一個階段，獻上感恩；另一方面就為到佢哋有啲繼續嘅升學，有啲出嚟社會做事嘅，為到佢哋禱告。第三件事就係為到係負責帶領團契弟兄姊妹禱告啦，特別喺呢個疫情底下，需要好多嘅關懷啦，特別求上帝啦，能夠俾佢哋有智慧啦，能夠係帶領團契，或者係用以下時間啦，係2分鐘到。你可以同屋企人嘅一同為到呢3件事禱告，咁之後咧我有個嘅結束嘅祈禱啊。OK， 我哋就一致禱告。主耶穌，你曾經講過話，世上有苦難，但係你叫我哋可以放心，因為你已經係勝了世界。主，我哋多謝你對我哋嘅應許，多謝你嘅恩典，亦多謝你嘅憐憫，能夠俾我哋有一個嘅祈禱嘅權柄，願意能夠係將我哋需要能夠帶到父神面前，特別為到我哋你各個國家，我哋唔單止面對好多嘅挑戰，好多嘅
仇恨、好多嘅爭拗。求父上帝能夠真係你自己憐憫臨到，特別係為到一班作為掌權，我哋一班嘅係政府官員，求上帝能夠俾佢哋有智慧，能夠係帶領個國家。特別知道而家嘅疫情之後，好多嘅州份都係重開嘅，重新嘅開放。求父神能夠係保守整個過程裏邊，能夠有你嘅恩典。亦都係為到一班今年畢業嘅一班學生，我哋獻上感恩。多謝你能夠喺呢一年裏邊，能夠俾佢哋完成咗人生一個嘅階段。而家佢哋進入另一個階段嘅時間，無論係出嚟社會做事，或者繼續嘅升學，求你保守佢哋，能夠繼續嘅能夠係俾佢哋喺學業、喺工作裏邊嘅，能夠係做鹽做光，能夠係活出一個美好嘅見證。最後都紀念到我哋負責帶領團契班弟兄姊妹啦。特別知道喺呢個疫情底下，我哋好需要能夠係懂得點樣去關心、關懷我哋身邊弟兄姊妹。有時都係唔能夠面對面見到嘅，都係有個難處嘅。所以求父神能夠俾我哋諗到好嘅方法啦，能夠去呢個渠道，能夠係透過一啲嘅關心、禱告、問候，能夠係願意能夠喺呢個疫情底下，我哋一同嘅成長。為到以下我哋聽到嘅時間，求你真係幫助我哋，能夠真係唔單止聽得明白。你能夠真係點樣係喺我哋生命當中能夠係實行出嚟。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咁樣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阿門。想問大家，如果有人問你金巴倫教會有咩好嘅話，你會點樣回答啊？俾幾秒大家諗下。如果你同屋企人一同嘅崇拜可以大家傾下㗎。甚至如果可以嘅話咧，你可以留言喺嗰個 chat room 聊天室度等我知道大家嘅諗法。如果有人問你金巴倫有咩好嘅話，你要點樣答翻對方？可能你會話啦，係金巴倫好係因為金巴倫係一家大細都適合嘅教會。可能你話金巴倫好，因為金巴倫嘅弟兄姊妹咧係好有愛心，好肯幫助人嘅。或者你話咧係金巴倫教會好，因為我哋有一隊咧好有水準嘅係敬拜隊 worship team。又或者你話金巴倫教會好，因為我哋崇拜時間係好咯，11點鐘就散會啦。咁特別係大烈士堂跟住之後咧可以出去飲茶係賣餸我相信仲有好多好多你覺得金巴倫係好嘅地方。但弟兄姊妹，我哋或者係未問究竟金巴倫教會有咩好嘅時候之先，我哋或者首先問乜嘢為之一間好嘅教會係嘛？如果唔知係一間好嘅教會嘅時候，你能夠點知道金巴倫係咪一間好嘅教會呢？有人話去衡量一間教會好唔好有4方面。人又用咗一個叫做 wife 呢個字 W-I-F-E 去形容教會。因為聖經裏邊咧講到就話教會係基督嘅新婦未婚妻4方面衡量一間嘅教會。第一字就係 W worship， 呢間教會係一間有真誠敬拜嘅教會。第二字係 instruction， 係講到呢間教會係注重真理嘅教導。第三方面就係 fellowship， 係喺團契裏邊弟兄姊妹之間咧係好埋身嘅去關顧嘅。第四就係 evangelism， 呢間教會係一個好熱切佈道嘅教會。4方面：真誠嘅敬拜、真理嘅教導、埋身嘅關顧同埋熱切嘅佈道。想問弟兄姊妹，你覺得金巴倫教會喺邊方面係做得好㗎？或者喺邊一方面咧係做得麻麻地㗎？喺金巴倫教會大概使用咗有12年嘅時間啦。咁我自己覺得啦，金巴倫教會係做得較為好嘅，或者都係幾滿意嘅嗰個方面就係我哋嘅敬拜啦，我哋嘅團契啦，我哋嘅聖經嘅教導啦。但係我覺得金巴倫教會喺傳福音方面係需要下多啲功夫，唔知你同唔同意？弟兄姊妹，神俾個教會有2個嘅吩咐。第一吩咐就係話大誡命，係要我哋係愛上帝係愛人。第二個就係話係大使命，
要廣傳福音，係使萬民作主嘅門徒。但好可惜，有時我哋將呢個嘅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漏咗個 C， 而變成一個係 The Great Omission 最大嘅忽略。由本來 The Great Commission 變成係 The Great Omission， 大使命成為最大嘅忽略。的而且確根據一啲嘅調查發現大概有87%嘅基督徒知道係要傳福音嘅，佢哋知道嘅傳福音係重要嘅。但好可惜，當中有95%個基督徒喺過去1年裏邊係冇同人分享過福音。有87%知道要傳福音，但當中有95%嘅人咧係從來或者過去1年裏邊咧係冇同人傳福音嘅。或者我哋問一問自己，弟兄姊妹，由今年到依家，你有冇同人傳過福音啊？你有冇為到一啲未信主嘅親友、同事嘅救恩禱告啊？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嘅 Bill Bright 牧師，佢話有2個問題，我哋係好需要回答嘅。第一個問題就話你一生最重要嘅經歷係乜嘢？諗回想我哋一生裏邊最重要嘅經歷乜嘢啊？我相信你會贊成我所講嘅，就話信耶穌係咪？佢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你能夠為別人能夠係最重要嘅事情係啲乜嘢？你對人家做嘅係啲乜嘢？我諗相信同樣就係能夠係幫助人係信耶穌，係咪啊？我人生裏邊最重要嘅經歷就係信耶穌，而能夠幫助別人最重要嘅事情，同樣就係要幫助別人信耶穌。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為主嘅緣故，我哋要係去拯救失喪嘅靈魂。我哋為主嘅緣故，我哋要贏得呢個嘅地方、呢個城市，以能夠係更多人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嘅。或者藉着今日嘅經文，從保羅嘅榜樣，能夠叫我哋學習一下，能夠點樣係為主，能夠係賺到盡。今日經文嚟自係哥林多前書嘅第9章19到23節。我今日會另一個版本咧，就係要新漢語譯本，同大家同去思想呢段經文嘅。幾節經文啦，想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去誦讀。我哋從19節開始，預備起。我雖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管轄，卻讓自己成了大家嘅奴僕，為要贏得更多人。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對律法以下的人，我雖然並不在律法之下，還是作律法之下的人，為要贏得律法之下的人；對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贏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不是在神嘅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對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拯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為了福音嘅緣故，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嘅好處。哥林多前書嘅第8到第10章係保羅回答緊教會一個嘅問題。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食嗰啲拜過偶像嘅肉嘅問題啊？而保羅透過呢問題係要教導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就係點樣運用我哋嘅自由。保羅話：如果佢所做嘅嘢係叫人跌倒嘅話，因為愛嘅緣故，佢寧願捨棄佢嘅自由。保羅唔係單單只為 talk the talk 齋講得個講字，而係佢話係會 walk the talk， 佢係有行動行出嚟嘅。所以喺第9章裏邊係保羅用咗自己做個例子，點樣能夠係限制自己嘅自由。我哋上個星期睇係9章第1到第18節，第18節咁樣講嘅，佢話：那麼我嘅獎賞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音嘅時候，讓人可以不花錢就得着福音，這樣我就無需用盡我在福音方面嘅權利。保羅話佢冇用佢嘅權利，冇用佢嘅自由，目的嘅就係話要傳揚
福音。等陣我哋從第9章嘅19到23節你會睇到特別係新漢譯本呢個嘅翻譯裏邊咧，佢會將喺和合本聖經裏邊呢個得字，佢會譯作係要贏得總共出現咗係5次咁多。呢個字咧，其實形容緊係一個嘅做生意方面，係賺錢蝕錢嗰方面原來弟兄姊妹，原來傳福音係一個嘅生命嘅投資係為神賺取更多嘅靈魂或者我哋純粹睇保羅係有願意係為主賺到盡，究竟佢盡成點樣呢？第一方面睇見就係話佢願意係去盡心嘅徒步，佢願意盡心嘅徒步。喺第19節咁樣講嘅，我雖是自由嘅，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做了眾人嘅僕人，為要多得人。相信當時聽到保羅呢句說話嘅一班人會覺得好震驚，因為當時嘅社會超過一半以上嘅人口係做奴隸嘅，佢哋完全係冇自由嘅。所以每一個人能夠都希望想盡辦法儲錢又好，做各方面都好啦，能夠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嘅自由嘅人。但而家保羅竟然話佢係自由，無人轄管，卻甘願成為眾人嘅僕人。睇之望有時我哋都會係嘛，可能為到某啲嘅緣故，我哋都係可能做咗奴隸嗰種嘅感覺係嘛。諗翻下，可能係你好多係移民嚟美國嘅，可能你為到仔女嘅未來係嘛，能夠放棄咗係以前好嘅職業，一個好熟悉舒適嘅環境，移民嚟到美國，能夠坐移民監，或者你為到仔女嘅生活，能夠願意咧係做牛做馬成10幾20年嘅時間，能夠養大佢哋，或者嚟咗間屋係嘛，要供呢間屋成20幾30年啦，做咗係屋奴或者係樓奴。我哋總係有啲嘅原因，我哋要係可能成為咗好似做牛做馬做奴隸一樣，但係嗰啲都係我哋熟悉嘅人，我哋係好願意咁做嘅。但特別就係保羅就咁講，佢話我係甘心樂意做眾人嘅僕人。呢個眾人甚至講到一啲唔識得嘅人，而僕人呢個字係講到喺奴隸嘅階層裏邊係最卑微嘅一種。睇清冇乜嘢原因能夠叫保羅有個甘心樂意係成為僕人啊？我相信係因為保羅好愛呢位嘅主耶穌基督嘅，佢願意效法主耶穌基督，去擺低自己嘅自由，能夠成為一個嘅僕人。喺加拉太書咁樣講嘅，佢話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嘅軛係轄制。佢話原來係耶穌基督叫我哋係嗰種有真正嘅自由啊！唔單止能夠係同神和好，以前係為敵嘅，而家能夠同神和好，更加唔可以唔被罪能夠去轄制。跟住保羅喺加拉太書嘅5章13節咁樣講，所以弟兄們，你們蒙召是得自由，我哋係有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嘅自由當作放縱情慾嘅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嘅服侍。我弟兄們，原來保羅帶住一個係感恩徒步嘅心嚟報答主耶穌基督對佢嘅愛。呢個主耶穌基督愛係個點樣嘅愛啊？佢係甘願放低自己，甘願捨棄自己嘅自由，走上十字架，能夠你同我先可以得到自由。正如喺腓立比書第2章第5到第8節咁樣講，你們當以耶穌基督嘅心為心，他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實基督可以享有嗰種完全嘅自由，但係願意謙卑，甘願放棄自己嘅自由，死喺十字架當中，
而弟兄姊妹，你同我係得到喺主裏邊嘅自由。當保羅能夠係體會到基督呢種嘅愛，保羅就甘心樂意去傳揚耶穌基督嘅愛。弟兄姊妹，原來我哋傳福音嗰種嘅動機係一種盡心嘅圖報，係回答翻主耶穌基督對你對我嘅愛。中國內地會嘅創辦人戴德生牧師，戴德生牧師曾經咁講過啊，佢話：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1000條性命，卻不留一條不給中國。哇！聽起嚟咧真係好有感動，係嘛？哇！無論我幾多錢都好，中國可以全數支取，甚至我1000條命都好啦，我係唔會留一條係唔俾中國，成為咗喺宣教史上一個嘅座右銘。但弟兄姊妹知唔知道，原來呢兩句說話後邊就一句㗎？呢句說話係乜嘢咧？就話戴德生牧師繼續咁講啊，佢話不是中國，乃是基督。咩意思？你就話你願意為中國捨命，但係而家話不是中國，乃是基督。戴德生牧師意思就話，如果唔係基督嘅愛係激勵佢嘅，佢冇辦法能夠可以真係長途跋涉去到中國呢個地方係傳福音，係因為耶穌基督愛嘅激勵，讓夠佢哋無論係性命、金錢都好啦，都願意係全然嘅擺上。弟兄姊妹，戴德生牧師咁積極嘅係傳福音，係因為基督嘅愛。保羅能夠咁積極嘅傳福音，亦都係因為基督嘅愛。好多時我哋聽到弟兄姊妹話我哋好少傳福音啊，咁我哋話究竟個原因係乜嘢咧？咁係咪因為我哋冇時間太忙啊？但諗真下，重要嘅事情你一定有時間去做啊，係唔係啊？可能有你話我哋缺乏福音嘅對象，咁我又問，係咪你所接觸嘅人唔通真係一個基督徒都冇？個個都係基督徒？唔係啊，可能係你嘅同事，或者係啲嘅可能鋪頭裏邊識一啲嘅店員，各方面啊，或者係走落一啲嘅可能侍應，佢可能唔係基督徒噶，所以其實唔係缺乏福音嘅對象。可能你話我唔識得傳福音，咁咪學咯，係咪？突然間會介紹一個課程，大家可以去學嘅。或者你話我怕醜啦，我怕被人拒絕啦。但係諗諗，我哋係咪應該更加怕就係你未信主嘅親友，佢將來永遠嘅結局係沉淪喺個火湖裏邊，係咪我哋應該更加嘅怕？等於我哋有時好少嘅傳福音，係因為可能我哋已經信咗主太耐，慢慢淡忘咗主對我哋嘅愛。戴德生牧師係因為基督嘅愛激勵，讓夠佢可以繼續傳福音。保羅因為主耶穌基督嘅愛激勵，佢甘願成為眾人嘅僕人。所以等住我哋需要能夠真係話點樣能夠係真係去感恩圖報，能夠我哋係全然擺上，能夠係去竭力嘅，能夠係傳揚福音，係我哋好能夠係體會到耶穌基督嘅愛。或者我提議下大家，今晚可唔可以攞翻你嗰個嘅得救見證出嚟去睇一睇，重溫一下，能夠係去提醒翻自己，你係點樣嘅得救啊？其實我耐唔耐，我中意攞翻自己嘅得救見證出嚟睇一睇。我上次差唔多有成30年嘅時間，有時需要去回顧、重溫主對我嘅愛。可能哎呀，阿袁牧師，我冇寫低得我得救見證喎，咁就呢個機會咯。咁就係寫低下你自己嘅得救見證，能夠你係去體會到，其實我哋以前係一班唔值得神愛嘅人，但係神竟然愛你同我，拯救我哋。所以如果你冇一個嘅寫低嘅得救見證，嘗試啊，
係寫低你自己得個見證，能夠係自己攞唔攞翻出嚟，可以去睇翻，係 remind 翻你自己神對你嘅愛。或者係可以提議，可能你可以上網嘅，可以睇譬如恩語之聲啊，或者創世電視啊，聽下人哋嘅得救嘅見證，以至能夠睇見呢位神係好愛我哋，拯救我哋，就用基督愛再一次嘅激勵我哋，佢俾我哋唔單止有一個永生嘅福分，能夠更加俾我哋有一個嘅崇高嘅一個嘅榮幸，能夠可以服侍主去傳揚福音。保羅係因為愛嘅激勵，而能夠佢真係去放低自己嘅自由，能夠努力嘅能夠去傳揚福音。第二方面，保羅話我要去為主係賺到盡，贏到盡。佢盡啲乜嘢咧？原來係話係費盡心機嘅去傳福音。從20到係22節裏邊提到大概有5種嘅人。第一種就係猶太人啦，第二種咧就係律法以下嘅人，咁我都更加相信都係話喺啲歸化為猶太人嘅外邦人，即係佢唔係猶太人嘅出生嘅時候佢係外邦人，不過佢歸化咗成為猶太人啊，可能依照猶太人嗰種嘅習俗禮儀有個生活嘅。第三咧就係話沒有律法嘅人，咁係一啲好明顯啦，係指一啲外邦人啦。第四咧就係話一啲嘅軟弱嘅人。咁究竟軟弱嘅人係指邊啲人呢？我喺第8章裏邊，保羅提到一啲軟弱嘅信徒咧咁。但係喺呢裏邊，保羅好強調就一啲未信主嘅人喎。咁我自己嘅見解就話，可能唔係指到一啲軟弱嘅信徒。軟弱呢個字話係啲俾人睇唔起嘅人，可能因為社會嘅地位啦、經濟啦、學識啦，甚至係智力。甚至可以話係一班，如果你用現代個 term 就係一啲弱勢嘅群體係呢班人。有第5嘅就係話，第5類就話保羅話係對什麼樣嘅人，即係話冚唪唥所有人。我諗究竟保羅講啲乜嘢啊？保羅係咪話咧就話見人就講人話，見鬼就講鬼話？保羅咪話你要做一個就看風轉舵，人做咩你就做咩嘅人啊？係咪話到咧就話你喺講是非人當中你就講是非咧咁？相信當然一定唔係啦，係咪？咁但係保羅話我喺咩人當中就做咩人，究竟咩意思咧？或者我哋嘗試從第10節啦。保羅話我對猶太人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呢句說話睇一睇。諗一諗，保羅本身已經係猶太人係咪？佢仲話自己係希伯來人所生嘅希伯來人，即係話係純正嘅係猶太人。但係保羅而家話我要成為猶太人，咁怪嘅係嘛？我會唔會同自己講話我喺中國人當中去做中國人啊？究竟保羅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保羅話願意為到福音嘅緣故，佢會遷就猶太人嘅生活習慣同埋方式，可以話做一個入鄉隨俗嘅人。例如昔日戴德生牧師去到中國嘅，佢唔好似以往嘅宣教士裏邊係着嗰啲嘅係西裝食西菜佢係好似中國人一樣，佢留辮啦，着唐衫啦，佢食中國餸嘅。就係意思就話戴德生牧師，我以為我喺咩人當中就以咩嗰種人嘅生活而過我嘅生活。例如我哋會嘗試接觸一啲做餐館嘅人係嘛？可能要等到佢收工之後，可能係大概夜晚11、2點能夠先可以有聚會嘅。所以保羅講到呢個，佢唔係做一個隨波逐流係毫無底線嘅人。保羅講到就話，如果同真理係冇抵觸嘅話，佢會盡量係遷就別人。所以保羅喺21節咁樣解釋嘅，佢話其實我不是在神嘅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嘅律法之下。等陣我哋保羅話到佢喺咩人當中就做咩人，唔單止講到喺外表上與人認同係調整自己嘅一啲嘅生活方式啦，或者係做事嘅方法，能夠以致適應嗰個嘅唔同福音嘅對象。保羅更加係話我喺咩人當中就做咩人。佢話到原來最有效傳福音嘅方法就係注重關係。你去到佢哋當中，你明白佢哋嘅處境、困難、掙扎，
同埋需要。透過一個嘅關係上嘅認識，你明白佢哋，能夠你識得點樣能夠同對方係傳福音。但係好多時我哋成日都話叫人嚟教會係嘛？其實有啲嘅唔好正確嘅。仲記得主耶穌點樣吩咐啊？佢話你們要去，係要去到佢哋嘅當中。保羅話喺咩人當中，我就做咩人，唔單止係講到佢要調教佢一啲嘅生活嘅方式，亦能夠同對方可以認同。更加保羅話，其實我要去到佢哋當中，明白佢哋，而係透過個關係能夠傳揚福音。其實講真，有好多嘅係傳福音嘅方法嘅，係嘛？例如我哋會諗起嘅就係可能會有大型嘅佈道會啦，可能有福音嘅主日啦，可能有友誼嘅佈道啦，或者係喺街裏邊咧係派發呢個單張。根據好多嘅調查，你知唔知最有效傳福音嘅方法係乜嘢？係一種叫做關係式佈道，叫做 relational evangelism， 係透過關係裏邊熟悉嘅，能夠同人分享福音。甚至有人叫呢種嘅佈道法叫做係生活化佈道，叫做 lifestyle evangelism。係弟兄姊妹，原來我哋話要帶人信主，唔係等教會搞個佈道會，你先叫人嚟信耶穌。原來傳福音係講到就話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我哋每一日透過你同唔同人嘅接觸，例如你嘅同事、你嘅鄰居、你嘅親戚朋友，我哋可能幫慣幫熟嘅一個鋪頭、嗰個髮型師、嗰個企台啊，隨時能夠係透過你嘅關係，能夠係同人係傳福音。保羅話到，我向什麼樣嘅人，我就做什麼樣嘅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好特別嘅，保羅講到，唔係話我要救晒所有嘅人，亦都唔係話救晒係好多嘅人，只係話一些人不深。保羅明白到，當佢同人分享福音嘅時候，並唔係每一個都有積極嘅回應嘅，並唔係你一傳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哦，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嘅。保羅係話佢無論點樣都好啦，佢總要係去救些人，佢係忠心做佢應該嘅做嘅事。佢話只要我能夠係付出，當中甚至可能有小撮人係信耶穌嘅話，佢都唔介意。等住我自己並唔係一個有傳福音恩賜嘅人，但神要求我哋，你有冇恩賜都好啦，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喺傳福音裏邊係負上應有嘅責任。所以我鼓勵金巴倫教會嘅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話我哋金巴倫教會可能缺乏嘅或者係做得不足嘅地方係傳福音嘅話，我哋嘗試喺我哋嘅今年裏邊咧，如果係更進一步嘅話，我哋有咩可以做到啊？或者係嘗試啦，去關心關懷身邊一啲未信主嘅朋友、親戚、同事。有句說話叫做 No contact, no impact。透過你接觸、關心、明白佢哋嘅需要。特別我相信喺呢個疫情底下嘛，可能有啲嘅朋友、親戚可能好耐冇聯絡啦。你可能打個電話俾佢，或者係同佢一個嘅 text 問下佢嘅時候咧，能夠打開一個嘅傾偈嘅機會。嘗試啊，係關心關懷身邊一啲未信主嘅人。同埋嘗試都為到一啲未信主嘅朋友、親戚禱告。禱告重要，因為我哋知道禱告能夠係神係感動呢個人，能夠開佢嘅心，有機會嘅信耶穌。最後你都係接受一啲傳福音嘅裝備啊。可能你話我唔識點樣傳福音，咁其實需要一啲嘅裝備啊。咁啊，正啱我哋原來三藩市嘅灣區短宣中心啊。佢哋有一個叫做網路佈道新契嘅一個網上嘅訓練嘅，其實好鼓勵弟兄姊妹啊，你可以係報名參加嘅。佢從呢個6月20號，即係話禮拜六開始，去到7月12啦、7月30、31、8月1號、8月2號啦，有唔同嘅嗰個訓練或者係一啲嘅分享啊，能夠係俾我哋明白，能夠點樣可能甚至而家喺網上高嘅係可以有啲嘅傳福音嘅契機。當中有我哋熟悉嘅講員，例如有馮永亮牧師啦，有我哋Susanna嘅傳道。
咁最正係乜嘢咧？就係完全唔使錢嘅。我相信啦，我哋金巴倫弟兄姊妹咧係咪好醒目嘅咧嚇？一定唔會走寶㗎。我會將個報名嗰個 link 咧就係擺咗喺 chat room 嗰度，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一睇，能夠知道一啲嘅詳細嘅資料啊。保羅能夠係為主賺到盡，因為佢知道佢係被基督愛所感動、激勵，所以去做。保羅話：我願意無論乜嘢嘅時機嘅，我願意去到人當中，透過關係能夠傳福音。就保羅話：我要係盡心盡力嘅去傳福音。23節保羅咁講嘅，佢話：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嘅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嘅好處。如果你睇英文嘅 NIV 都幾特別嘅喎。嗰度講到就話係 that I may share in his blessings。好特別咁，應該如果你諗就話保羅話為要傳福音就叫人啦，係嘛 ？They may share 或者係 blessings 啦，係嘛？但係保羅就唔係話係佢哋喎，反而話係講到就話 I may share。咁究竟咩意思咧？係嘛？如果你睇嗰個嘅Eugene Peterson The Message 嗰個嘅 translation 嗰個翻譯本嗰時咧，佢咁講嘅，佢話I did all this because of the message. I didn't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it. I wanted to be in on it. 意思就話保羅係能夠好想喺呢個福音分享裏邊去成為一個嘅分享者。同得呢個字其實係講到一個嘅團契、一個嘅相交、一個嘅 partner。咁保羅講緊其實咩意思？就話佢已能夠成為福音嘅分享者，以能夠佢能夠可以同人分享福音。保羅話：我唔單止要單單能夠傳遞呢個信息，我本身就係一個嘅信息嚟。我唔係單單要傳呢個福音，我本身嘅生命就係一個嘅福音嘅生命。保羅講到最有效傳福音工具，弟兄姊妹，原來就係透過你嘅見證。保羅話：我要為主係賺取呢個嘅全世界，能夠係贏得一啲失喪嘅靈魂。保羅話到就係話我要係盡心嘅徒步，佢嘅動機就係話因為佢回應上帝嘅愛。保羅話我要係費盡心機，把握機會，透過日常嘅生活裏邊，透過與人嘅接觸係傳入福音。保羅要盡心盡力嘅，唔係得把口講，而係用我嘅生命，用我嘅見證，能夠表達呢個福音嘅好處。難怪保羅生命當中，佢話我哋點樣能夠運用我嘅自由，就係用我哋嘅自由，能夠成為神美好嘅見證，傳揚福音。睇先，我想問你希唔希望金巴倫教會成為一間合神心意嘅教會啊？冇錯，喺嗰個嘅4方面WIFE，我哋有3方面係做得唔錯。但係喺我哋金巴倫教會裏邊，我哋需要喺 evangelism 嗰種嘅熱切嘅報導裏邊，弟兄姊妹，我哋需要更進一步，我哋需要能夠更多嘅能夠成長。你希唔希望金巴倫教會成為一間合神心意嘅教會啊？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師喺1974年喺佢哋一個嘅係獻堂150週年裏邊，能夠寫下一啲嘅夢想。喺當中提到就話：我有一個夢，一個合乎聖經嘅教會。佢話我有一個夢，一個敬拜嘅教會。佢話我有一個夢，一個關懷嘅教會。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就話：佢話我有一個夢，一個服侍嘅教會。當中係咁講，他已看到基督是僕人，聽到他呼召，他們也成為僕人。他蒙解救脫離自私，內外更新，無私地奉獻自己，服侍別人。他的成員遵從基督嘅命令，活在世上，滲入世俗嘅社會，作世上嘅鹽，世上嘅光。他的教友坦率地、自然地、熱切地與朋友分享耶穌嘅好消息。他殷勤服侍自己嘅教區居民和工人、家庭和單身人士，
國民和移民、老人家和小孩子。他留心於社會係不斷改變嘅需要，有足夠嘅敏鋭同埋靈活，係調整他的活動，以其更有益嘅於社會。他有全球嘅視野，不時鼓勵年青人奉獻生命去服侍別人，又不停差遣人出去服侍。我夢想一個服侍嘅教會。弟兄姊妹，呢個都係我對金巴倫教會一個嘅心願。唔單止喺我哋嘅敬拜裏邊係真正嘅敬拜，唔單止我喺團契裏邊嘅能夠好埋身嘅關顧，唔單止我哋喺嗰個嘅係造就方面，我哋係教導聖經嘅真理，更加我哋需要有個嘅熱切嘅報導，因為神願意萬人能夠歸向佢。我盼望我哋今日能夠聽到呢個信息，我哋願意能夠係立志嘛？我哋願意能夠真係可以係喺生命當中透過自己生命係成為別人嘅祝福，能夠願意去到人嘅當中裏邊，能夠去認識佢哋，關心佢哋。或者我想唱以下一個嘅詩歌，係立志嘅擺上，提醒我哋嘅係立志更擺上，係傳揚耶穌，用我嘅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嘅僕人，立志擺上。多謝袁牧師為我哋嘅分享。以下落嚟，我哋一同嘅唱一首回應詩歌《立志擺上》。全着敬畏去侍
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遠隔此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風中的厚愛，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遠隔此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風中的厚愛。Amen。我哋一齊都有禱告。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因為係你首先嘅擺上，以至我哋先可以擺上。係因為你首先嘅犧牲，以至我哋可以為你犧牲。係因為首先你愛我哋，以至我哋明白乜嘢為之愛。佢就幫助我哋能夠係去體察耶穌基督嘅心腸。我哋願意我哋教會能夠成為一個真係與人同得福音好處嘅教會。就幫助我哋每位弟兄姊妹，能夠係無論喺順境逆境，甚至喺疫情底下，我哋能夠願意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別人嘅祝福。呢度為到我哋將要奉獻嘅金錢，無論係透過網上或者係透過寄嚟教會嘅，都求你使用啲嘅金錢，能夠係成為別人嘅祝福。多謝你聽我哋禱告，感恩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阿門。各位，首先係歡迎大家同我哋一同今日嘅敬拜啊！如果當中有第一次出席嘅，無論係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我哋希望咧就當我哋教會恢復實體崇拜之後，我哋能夠係親自嘅有機會嘅認識你。而有呢幾件事咧，同弟兄姊妹去報告嘅。第一件事咧就係關於我哋嘅網上嘅係奉獻啦，我哋會透過 PayPal 去作網上嘅奉獻嘅。咁鼓勵弟兄姊妹啦，係緊記就係話你要喺教會嗰個嘅網址嘅 link 裏邊作奉獻先可以嘅。如果你用你嘅手機嘅話咧，可能唔單止你唔能夠選擇嗰個嘅奉獻嘅用途啦，更加咧係PayPal 咧會收你手續費㗎。或者你唔想上網嘅，你可以係去郵寄嚟教會，咁就寄嚟大利使堂。咁記得唔好寄現金。咁我哋地址咧就係101 Vista Grande Avenue， Daly City。94014。另外就係下個禮拜係父親節，我哋希望能夠各位啦，邀請你嘅父親或者你嘅祖父能夠一起咧係參加我哋嘅崇拜，能夠係去多謝佢哋，係鼓勵佢哋。另外就係我哋繼續會係今日咧係大概11:3，我哋會有係主日學。我哋咧就係話今次個題目就係話從舊約人物看禱告嘅操練啊。我哋今日睇咧就係雅各，咁希望弟兄姊妹啦能夠可以預留時間參加。我哋透過 Zoom 啦，個 Zoom 嗰個嘅視像個 number 就係967-018-009 967-018-009，或者可能今日你冇時間參加嘅，可以之後啦去到我哋教會嘅網站，你可以聽翻嗰個錄音都可以嘅。最後我哋下個星期我哋嘅思想經文係嚟自路加福音15章11到32節，咁或者係弟兄姊妹啦，有時間可以去睇一睇段經文，預備你嘅心靈，能夠係下個星期能夠一同嘅敬拜主。我哋崇拜呢度，我想一個嘅結束，一個祝福禱告啊，一齊都有禱告。
父神弟，我哋多謝你，因為知道我哋一班何等蒙福嘅人。多謝能夠俾我哋呢個咁好多無比嘅救恩，以至能夠我哋可以與神嘅和好。佢哋就幫助我哋能夠係知道呢個世上仲有好多人係未聽聞福音，我哋需要主嘅救贖，需要主嘅恩典。就求你去祝福我哋，亦讓我哋成為別人嘅祝福。但願主耶穌基督因為父上帝嘅慈愛同埋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第一節目我哋尋日到呢度，我哋下星期見，拜拜。